议员李克伟表示，根据统计，台南市的大楼超过3000栋，不过全市的污水接供率却无到30%。尤其台南的余污分流，虽然是对安平的5期重划区开始，但一个大楼的集合式住宅，当初伫咧起厝的时，嘛无污水的干管会当接。推出议员建议，希望大楼忙的比较透天厝由政府来负责接管。透天啦，吼，咱讲伊咱南部吼，这透天厝那真济吼。啊，像这透天厝吼，咱即马政府嘛是拢尽量吼，来努力咧，甲因接落污水管嘛吼。啊，像就是讲这一寡大楼的部分啦吼，因为其实像这个大楼吼，他们这个也是吼集合式住宅，也是住用住宅嘛，吼。啊，像这照理来讲，透天就会使啊，大楼应该嘛是吼更加也是可以来做处理嘛。哦，这有那是咱的政策，安尼，这对我们整个的一个污水的接管率，哦，像我们公部门政府哈也很追求这个数字啊哈，这应该接到黑有那是会整个哈又更加的好哈，更加的一个提升。不管是大楼或者是一般住户哈，只要是在我们系统范围到达得了的地方，我们都努力要去接管哈。那但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地区啊，不管是一般的平房或者是这个大楼，哈，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管线障碍或者是管线无法到达的部分，哈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我们可能在刚开始系统布建的时候，可能没办法去做及时的接管，但是我们后续都会找一些标案，把管线尽量布到达地方去做接管，这部分我们会努力去做。虽然水利局副局长回应，大楼的污水接管确实会用咧大大提升污水的接管率，不过卡伫咧监管的时间，甲大楼的污水池是毋是爱填平，经费上也是一大问题。对此，水利局会再向中央来争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